各位，當大家見到比亞迪出完業績之後股價直插水，當股神巴菲特清倉比亞迪呢部棋，今日終於顯得幾咁英明。再當你聽到羅斯查爾德家族發出2026年嘅爆煲預警，所有線索其實都指住同一個結局：中國產能嚴重過剩，補貼條數已經數唔落去，成個汽車產業鏈正行緊房地產嘅舊路。呢個唔單止係一場產業危機，呢個係一場正在發生、無法逆轉嘅國家級泡沫，正式開始爆破。喺2025年年尾流流，大陸嘅社交媒體平台突然吹起一陣怪風，一大堆帶有官方背景嘅視頻賬號，好似收到 order 咁，開始鋪天蓋地散佈一種令你個心羅羅亂嘅論調，講緊新能源車免稅優惠已經進入最後倒數啦。呢班人講到似層層咁，話從2026年1月1號開始，以前作為核心引擎嘅全免購置稅政策就要變成減半徵收，而且最高減免額度會被死卡喺1.5萬蚊呢個上限。為咗令你更加驚，佢哋仲同你計到盡，一部10萬蚊嘅入門車，今年買係零稅，出年就要俾多5000蚊。如果係30萬嘅中高端車，出年就要真金白銀俾多15000蚊。呢啲賬號嘅意圖真係圖窮匕見，講穿咗，無非係想叫大家喺年底前掏空最後嘅積蓄，嚟一場末日式嘅搶救。不過呢一輪精心策劃嘅輿論攻勢，喺現實嘅評論區就直頭係車毀人亡，翻晒車，市民嘅清醒程度遠超官方預期。留言區清一色係嘲諷同冷笑，老百姓條數計得精過啲專家，多聲為咗慳嗰5000蚊稅，去接一部出年可能跌價5萬嘅車，到底係精明定係蠢鈍？當唔買蝕5000，買咗蝕5萬，成為市場共識。呢場想靠嚇鬼嚟透支未來購買力嘅陽謀，其實已經宣布破產。更有觸覺敏銳嘅人從中讀出咗陣寒意，急到咁樣催人落搭，甚至不惜拿稅收政策嚟要挾，正說明補貼時代徹底玩完，新能源車企嘅好日子真係到頭啦。呢種嚟自民間嘅直覺同全球頂級資本嘅冷酷判斷，竟然係驚人一致。據彭博社引述，愛德蒙羅斯查爾德資產管理公司嘅基金經理冰原淵冰最近發出咗一份好有份量嘅警告，佢直接踢爆話2026年第一季將會係中國新能源車市場嘅至暗時刻。隨住換車補貼同免稅政策退波，市場需求會被進一步抽乾。彭博社估算2026年中國新能源車嘅銷售增速將會出現斷崖式下跌，由原本嘅27%直接斬半，跌到得返13%。大家千祈唔好睇小呢個警告嘅含金量。羅斯查爾德家族呢個被視為全球金融史上最隱秘、最有權勢嘅家族，佢哋最強嘅從來唔係錢多，而係無與倫比嘅情報掌控能力，同埋對地緣政治經濟週期嘅精準預判。發出警告嘅冰原先生又有華裔背景，又屬中國市場，呢個代表羅斯查爾德家族對中國經濟毛細血管嘅感知已經去到好得人驚嘅精度。當一個掌握全球頂級情報網嘅家族都發出銷售腰斬嘅信號，呢個唔再係簡單嘅市場預測，簡直係一張宣判書。即係話2026年好可能就係中國造車新勢力由風光無限真正走向衰敗枯萎嘅轉折元年。如果我哋剝開政策扶持層糖衣，直面數據嘅真相，你會發現產業嘅盛極反轉早就開始咗。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經歷咗多年大躍進式擴張之後，依家正遭受緊產能過剩、需求疲軟、價格戰惡化同埋巨額虧損嘅4重暴擊。2025年第3季嘅業績就係一份血淋淋嘅體檢報告，顯示個產業巨人已經頂唔順，行路都打倒退。作為行業龍頭，比亞迪嘅數據最嚇人。第3季，比亞迪營收1950億，同比跌咗 3.1%。更得人驚嘅係佢嘅淨利潤大跌至78億。衰退幅度接近 32.6%。
對於一家被稱為民族之光嘅企業，食盡所有政策紅利同市場關注之後，竟然交出一份旺丁不旺財，甚至量價齊跌嘅成績表，標誌住佢高速神話已經破滅。曾經嘅利潤奶牛理想汽車，日子一樣唔好過，交付量大減39%，營收縮水37.4%。淨利潤由舊年同期28億，直接插水到6.2億，再次被虧損陰影籠罩。至於蔚來同小鵬，繼續喺虧損嘅泥沼度掙扎，分別蝕咗37億同3.8億，就連銷量睇落好似翻倍嘅零跑汽車，賺錢能力都比預期低65%。呢個揭示咗一個殘酷嘅行規，喺呢條賽道賣得越好，唔代表賺得越多，反而可能意味住死得越快。財經傳媒董事長謝金河一針見血咁指出，2025年嘅季報已經將行業嘅遮醜布徹底扯落嚟。當龍頭比亞迪嘅淨利出現超過30%嘅衰退，當曾經唯一賺錢嘅獨角獸理想汽車都搖搖欲墜。呢個唔單止係個別企業經營失誤，而係成個行業由發夢時代跌落凡間，變成殘酷嘅困獸鬥。隨住中共地方政府從2025年第三季開始陸續停咗部分購車補貼，原本就脆弱嘅需求端更加係雪上加霜。資本市場反應最老實，小鵬股價應聲跌1成。市場對賣得越多蝕得越多嘅恐慌情緒正急劇升溫，為咗頂住搖搖欲墜嘅銷量數據，車企唯有飲饑止渴。吉利汽車推最高1.5萬優惠，理想、小米都被逼跟機。但係呢種價格戰係喺電池成本上升同折扣堆疊嘅雙重擠壓下進行，企業毛利正承受史無前例嘅逆風。官方口號所謂嘅反內卷喺生存危機面前簡直係廢話。中國電動車市場已經徹底淪為紅海，任何想獨善其身嘅行為都會受到懲罰。理想曾經想拒絕減價，想維持27.8萬平均售價，結果銷量暴跌兼轉蝕。而蔚來用以價換量，平均價由27萬降到22萬，雖然交付量強行拉升4成，但依然深陷虧損黑洞。呢個證明咗喺呢個扭曲嘅市場，無論係堅守定係妥協，前面都係懸崖。台灣南華大學教授孫國強分析得好透徹，中國新能源車面對嘅根本唔係週期性波動，而係深層次嘅結構性壞死，就好似當年鋼鐵、太陽能板產業一樣。工信部數據觸目驚心，新能源車產能突破2000萬架，但2024年銷量得1289萬，即係話有接近40%產能係曬太陽，利用率得60%左右。遠低於85%嘅健康警戒線，呢個是一個典型嘅產能堰塞湖。喺需求方面，內需市場飽晒鑊，加上居民收入下降，消費信心崩塌，國內根本消化唔到呢個其實並不存在嘅巨大需求。喺供給端，長期價格戰導致賣得越多蝕得越多嘅惡性循環。原本以為係救命草嘅出口，依家亦都變成條掘頭路。歐美國家發起反補貼調查、關稅壁壘，直接切斷中國電動車嘅洩洪通道。喺美國面臨100%懲罰性關稅，喺歐盟面臨17%至38%額外關稅。就連目前未被完全封鎖嘅混能車，因為排放污染未真正減少，卻轉政策空子賺錢，亦都已經被監管機構死死盯住。德國汽車專家費迪南德·布登霍夫嘅警告更加係振聾發聏。佢指出，中國電動車產量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全球需求。今年前9個月產量650萬，增長45%，全年預計790萬，數字仲喺度瘋狂上升。呢個唔只係過剩，係一場正在發生嘅國家級產業泡沫。冷眼財經頻道嘅博主直言，全世界個市場都滿足唔到中國嘅傾銷，呢種過度擴張已經去到物理極限。資深業內人士將呢種絕境總結做3個毀滅性數據。第一，毀滅性價格戰，
平均售價跌17%，而成本只跌9%，賣車變咗做善事。第二，盈利真相除咗 Tesla， 中國所有新勢力過去3年累計蝕超過2000億，係天文數字級嘅燒錢機器。第三，淘汰倒數，有銷量嘅品牌由67個銳減至48個，平均每個月就有1個品牌消失。呢個曾經被寄予厚望，好似代表未來嘅行業，實際上已經跌入比當年房地產更危險嘅3個不可能三角陷阱。第一個係企業競爭嘅不可能三角，車企冇辦法同時做到高銷量、高利潤同持續高研發投入。以前燃油車時代15%到20%毛利係常態，依家新能源車企做到1成已經係鳳毛麟角。大多數喺5%甚至負數邊緣掙扎，想衝銷量就要劈價犧牲利潤，想保利潤就會失去市場，而想維持技術領先所需嘅巨額研發資金喺融資窗口關閉，利潤係負數嘅依家根本係無源之水。呢個三角嘅崩塌係必然㗎。第二個係技術工程嘅不可能三角。技術爆炸時代，車企冇辦法同時做到技術領先、成本可控同快速落地。依家嘅車早已經唔係交通工具，而係堆砌咗相當於15部 iPhone 算力嘅智能座艙、貴價激光雷達同複雜算法嘅電子怪獸。蔚來、理想、小鵬每年研發投入動輒百億，多過傳統大廠總和。但悲劇在於技術迭代太快。快到未賺錢就已經過氣。今日你掟20億搞個800伏平台，聽日就被對手900伏秒殺。花巨資研發自動駕駛，受法規限制收唔到錢，儲咗多年嘅數據被 AI 大模型降為打擊。更何況研發過程充斥貪腐同欺詐，效率極低。車企陷入咗唔投研發等死，投咗研發找死嘅悖論。更攞命嘅係電池害寧德時代面色，芯片被英偉達高通壟斷，核心技術唔喺自己手，所謂新勢力不過係高級組裝廠。第三個係資本生存嘅不可能三角，資本寒冬之下，車企冇辦法同時做到持續融資、維持高估值同獨立生存。資本市場變天啦，投資人唔再聽夢想同故仔，佢哋只睇盈利。但大部分新勢力連幾時賺錢都答唔出。隨住10幾年嘅補貼時代終結，每一架賣出嘅車唔單止冇補貼，仲可能因為雙積分政策要倒貼錢，就好似一場擊鼓傳花嘅死亡遊戲，鼓聲越嚟越急，而輸血條喉已經被拔走，全球資本退潮，赴美赴港上市都係死路一條。面對死局，車企想突圍嘅3條路高端化、極致性價比、出海統統被堵死。高端市場俾 BBA 同 Tesla 揸住，用戶忠誠度極高。性價比市場係50同比亞迪嘅絞肉機，毛利低到塵埃。出海就面對歐美圍堵。中國新能源汽車嘅故事，像極了上一個時代嘅互聯網泡沫同房地產狂歡，依家係時候揭盅啦。就喺大廈將傾之際，政策風向都變埋。有博主暗示，中共因為頂唔順呢個巨大補貼黑洞，開始推所謂反內卷政策。但呢個並唔係為咗保護企業，而係要向頭部車企開刀，目標直指龍頭比亞迪。比亞迪第3季財報唔單止係利潤暴跌，更係一個政治信號。當局唔再需要一個只賺優闊唔賺錢嘅全球第一嚟沖撐場面，而係需要識納稅、有利潤嘅企業。中國最底層嘅經濟發展邏輯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以前比亞迪嘅擴張邏輯係典型嘅槓桿遊戲，第一步靠溪數拿貨，當供應商係銀行；第二步瘋狂鋪貨搶市場；第三步回款還債。呢種模式令比亞迪嘅數期一度長達9個月甚至1年，而 Tesla 只係3個月，即係話比亞迪嘅繁榮係建立喺壓榨成個供應鏈之上，無數中小供應商被逼幫車企墊資，風險層層轉嫁。而家市場天花板已經見到呢套用人哋嘅錢辦自己事嘅邏輯玩唔落去啦。
繼續擴張只會搞到價格崩盤，引發全行業自殘。呢種高槓桿運行積累嘅風險一旦爆發，就係連環累，供應商收唔返數，冇錢生產，破產執笠，最終搞到成個產業鏈癱瘓。呢個就係點解政策轉向反內卷，唔係為咗救比亞迪，係為咗防止比亞迪拖死成條供應鏈。呢個唔單止係比亞迪嘅危機，更係中國自1984年以嚟以供給創造需求模式嘅徹底破產。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慣咗先生產再揾銷路，做咗鋼鐵起樓，起咗樓修橋築路，但今日產能爆棚，庫存高企，需求乾塘繼續行舊路，只會係越減越窮，越拼越亂。